娘进城去玩，这里出事了。出了什么事啊？一穷养药是老师傅，到处飞步夺死之人。夺死之人，他们干了什么罪啊？听说他们兴风作浪，这与官府作对，袁大人啊对此十分恼怒。哼，到底是夺死之人兴风作浪，还是袁官老爷妄言霸道？我们何不前去查控一番？姐妹们，走！哎，深挖金陵关照，人间多是非，万不可粗心大意，茫然应事。姐妹们，我们考虑动作，将此日告引深挖第四道。你放心，这次事情我去接夫人前来。我银子忙上，害夫人受苦。官人是哪里话来？这是为妻腹中疼痛，难以言之。夫人，掌柜，快到县兵大厅窥探所之处。是。去叫，快到路口仔细了望，杀见公差前来再过，速来禀报。是。哎呦。
夫人你怎么样了？你且放心。莫将为妻，请把怀。圣经，我永生不保。
老爷，罪冤了。哼，到得了让报不了庙，丈夫才到妻子地谁？怎么？谁？走！求姐，我求姐，夫人，夫人，求求人！举书生。前面只有甩甩灯光，只有灯光。看来还是问小考人家。
面可有神噻？谁呀？是我啊！你这位相公深更半夜到此做甚？我想在此假说一笑。非是老身不肯受礼，只因家中只有小姐丫鬟，你恐遇不便。哎呀，万请老人家因故方便。这么神言，我家小姐乃今月之躯，家中有无男人，岂能收了你这野路小子？还不快走！哎呀，大姐，我非是野路小子，乃是永明秀才。只因今天出外于外，不幸迷路到此，眼下外面虎狼成群，大姐若不收留我只有死路一条哦。原来是个秀才，看他造女倒也可怜。是啊，我这造女们实在可怜。大姐遇到是救人一命，胜造7级万族，这滴水之恩，我定当永结相报。好吧，你且等着，对我为禀小姐再说。是。老妈妈，这位大姐长得真像神仙一般呢。嘿嘿，你还没有见过我家小姐呢。小姐，妈妈，小姐出了，既然是个落难秀才，来在楼下吧。公子随我来。此次多谢大姐。大姐，公子随我来。大姐，你在哪里呀？大姐。莫非我是在做梦吗？不是，我是做梦，这就奇了啊！早在见月个风寒，小猫不在雨，为什么在岸边鸟语叫，听晚雨
弟，见过公子。啊，公子请。请，请。公子用茶。请问公子真姓大名，何方人士？小生姓张，名叫侯杰。公子便是张杰。是啊，定是遭官府追捕，故而被逼到此。他怎会知道此事？非同小可，非同小可也。哎呀，小姐，你千万不要声张。我也是在东厂好友所骗，一时心动，故而写了一张傻字。公子不必惊慌，用凭张杰为民伸冤，方圆百里，在人不知，哪个不惊啊？对，小姐真是天生为爱。实不相瞒，小生平生最爱当保国兵，为了参拜长官，拯救黎民，哪怕上刀山下火海，也做谁说不是啊呀！好以为中官一大，张飞为民清净苦为，是真定心真是真是好呀！你真当真敬畏，好苦难得是一。
在应了。公子一路劳顿，还请多饮几杯。是子，多谢小姐呀。像我实在到此，乃是荒山野岭，这庄严之节目，这穷旅要与每句佳肴同公子不必惊慌。哎呀，大喜在上，请对小生大礼参拜。公子不必如此，你谁进了呀？年
大人心愉快，真无话这药材本是贵中不小鸡快到要起这什么宝贝啊？让我看看。小姐，你看。牛尊，这牛做那女子之问，你怎么会带在身边的？看他支支吾吾，莫非他家中有？没有什么？没有什么啊？这公子有话可要明讲。现在老子告诉你，我家小姐神通广大，你那英文正经手一旦他叫你可吃来不起。哎呦，我真是有苦难言，快来瞒得过今天，也瞒不过明天啊！公子不必惊慌，前把正经讲来。是，讲。是我家中已有糟糠之妻了。公子，你既已婚配，就不该与我。这牛庄，你拿回去吧。哎呀，小姐，你有所不知，我那娘子容貌十分丑陋，与小姐相比门道，一股天上，一股地下哦。几位夫妻何以永远而来？对，他不但容颜丑陋，待我又十分刻薄。我找官府言爱，他却应在了我，将我赶出家门。这哪有半点夫妻行为哦？公子，莫非你言过其实了吧？不，我平生最讨厌那种言过其实的人。我可是句句真话，并无半句虚言呐。我可不信。你小姐待我如此深情，我与小姐们实在难分难舍。可是事到如今，我好苦公子不必伤心，既然如此，怎么样？但等事情平息，你与夫人分开，我与你再结连理，侍奉相公也好，也好。不过怎要追嘛？拜望小姐收下哦。
人家。多谢二位相救之恩。老人家，你家夫人年纪轻轻，不知生马何在？唉，这因我家相公上高官府，撒下大河，逃奔他乡，夫人乃是体肤灵退。体肤灵退，实在夫人腹中疼痛，想必即将分娩，不知她现在何处？虽在县面上下窑洞之中。多谢二位。老人家，过问你家相公姓甚名谁？永明秀才张鸿渐。你是什么？永明秀才张鸿渐。张鸿渐。金阳月子第三夜。
段方子依附官府，密告相公，那他为什么会受苦受难呢？是啊，遇到这身心各多弊，他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？谁能知道呢？我倒有故自意。什么主意？别，对，别。好，那我们就试他一试。有请公子。见过小姐。公子，实在妈妈从你家乡用兵归来。哦，妈妈从永明归来，不知可有什么消息？好消息，好消息！实在我路过永平镇，听说相公的王子已经查清，官府正派人行访于你，让你为民亲民于国，要封国领赏。这可是真的？请自慢求。公子理应委屈了吧？这里日子过得蛮好，还有什么区区商议？哎，小姐，我这委屈嘛，真傻得离开你呀！哎，公子理应及早回去，虽了方日，你我方可早日身体。怎么？公子不愿回去，难道是？不，哎，我的心事，难道小姐还不知道吗？是指待我明日一早回京启程。自正好，怕你一到家中便将我放外了。哎，小姐对我如此深情，我永生不忘。实在不行，我代天发誓回城。不要代天发誓了，早去早回。我这边起身。公子，你想着做成烹饪为例，闭上双眼，即刻睡到。快把眼睛闭上。闭上。对，闭上。不就是我的家吗？果然不错，小姐真有本事。家中可有人在？是谁呀？长安啊，是相公回来了。长安，家中可好？好，相公的案子早已查清，见得郡王大人到此拜了总管，得知相公为民伸冤，得是王金500两，为罪名伸张，要请相公上京做官呐。这可是真的？是算是真的喽。呀，这可真是用到来推不开。夫人啊，长郎，夫人，见过相公，求见
坤长。长郎，自从别离以后，回去时刻挂念在心。为父也是实实夜夜时时刻刻记挂于你呀。哦，夫人，我实在听张王爷道，我的儿子已经生亲，可是真的？是真的，神识到山西临门，我家可是山西临门呢。山西？哪山西？张郎，原上的是一喜喜，张家杨梅有出息。哪儿呢？朝廷封官有啥人？恭喜你新官上任，要不进京。永靖太下麒麟相公，你看他长得多胖啊！相望比起多点长郎，这些天来你受苦了。是啊。自从那天离开你，荒山野岭，是不忘记。月当灯空走壁，四壁草根冲突起。我想你把天想到这片西，我想你夜里想到公鸡呀的，我想你。哎呀，时代花子多忘记，我想你永长开在我子里。长郎，你说是的，都是荒山野岭嘛。是啊是啊，连饭都没有地方吃。既然如此，哪里来的海参勇张力？呀，都怪我心里高兴，失错啊！再说，我们读书人嘛，爱做文章，讲话难免过头，这就叫书生气，书生气哟，书生气，书生气。我倒闻不出什么书生气。啊呀！恰有一个无趣气。夫人真会开玩笑，我身上们哪里来的什么无臭气呀？相公身上是一股吹气。相公身的一进门，我就闻到了一股无臭气。莫非我常与狐狸精在一起，
真的转上了无臭味吗？是，躺在白人之下，我这面孔往哪里放哦？有了！哎呀，夫人啊，夫人，那想我是在山洞之中，乃至亚手出没之地，设置一上嘛，难免有一点什么？无处去有啊，原来是此啊！长老，记得临别之日为其赠送于你的飞腿肉粽，一定还在身边啊！想必我一路到奔，竟将肉粽失落了。哎呀，这，相公，这是什么？拿来我看，哪来？怕女不嫌私生娃啊！原来是吴丽君送给你的。不，夫人，我这是在路上拾来的。哎呦，拾来的哟！长老不必惊慌。修在民生要扫地，消息传到京城里，十八年规模国传要传9亿。对，我还是猜这一point儿进的好。哦呦呦，也不对。
本此夜我将将怒吼压心底，劝小妹妹子心思甚是气。你们算什么东西？我是无言乱语。夫人，我可是句句真话，并无规矩虚言呐。我岂能相信于你？哎，夫人，你想想看，哎，我怎能为那无理精杀得你好夫人？那嘿嘿，万一我那新官宝贝嘞？哎呀呀呀！我的新官哟，宝贝哟！哈，哼！夫人，你若再不相信，那哎，我对天发誓归神！哎啊！公子，你回来了。公子，你回来啦？喂，嘿嘿，哎，回来了，嘿嘿，回来了。怎么还是故作真的？公子，你吃饭回家，客人睡了房子。什么？什么？哦，哎，休了，我也到家中了，就把它休了。那不知夫人她可愿意呀？纵然他虚情假意，哭的，可是我想起他往日的所作所为，我也绝不留情。公子此事真是果断，此事嘛已经十分圆满。不知你对夫人是怎么讲的呢？我一到家中，见到见人已是分根电影，怪我开口就讲。慢，公子讲些什么？我倒要猜上一猜。小姐如此聪明，定然猜得着的。喏，小姐请讲，小生们洗耳恭听。此次你且听着。哎呀，夫人啊，夫人，我将这林上作业，只挂红叶等回去，我路上求人遇到。谁呀？不离去，化作美女
小姐讲的，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啊！啊，怎么你不懂吗？我前来你，我送给你的牛排现在哪里呀？想必我在一路之上。不，我是忘记在家中了。你看这是什么？这牛排明明在我夫人身上，怎么小姐你？这些天来你受苦了。只怪我有眼无珠，错把你当作真人君子。你好不叫人伤心也。小姐，这怪我一念之差，委屈了小姐。我也是实诚无奈哟。我岂能担心你的花言巧语？这女做，你拿回去吧。从此随娘我再见到你。小姐，你要我回去吧，我只好回去。不是小生的苦楚，你哪里知道？家传不愿在人间，告别呀亲王爷，我娘子从来在我心间，他是从家帮我少年，你放在家中，因我不识你。放在脸，也只好表面文章做一遍，我的丈夫真听话，我在头上一片片，我在头上一片片。既然是此，那你就好生留在这里。是此多谢小姐，往来不可胡言乱语。一定。烦望小姐多多包涵。也好，张先生，你去等着，我有日外出即刻便回。小姐请便，小姐请便。
可真是不怕千难万险，只要随机应变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不回来。陈夫人孩儿所做之事，我不免悄悄上山当贼查来，也好替夫人生活取暖。看
明团放日外出张水有人。里面之地，可是张家大嫂？是谁呀？啊，大嫂，你是？我是吴家公子。吴公子。我是张兄红前的好友，得知大嫂在此寒窑受苦，今日特地前来探望。不知我家郎君现在哪里？我正为此事而来，放心。放心，天亮。到哪里去了？定是在吴公子想戏弄于我。吴公子，你莫道我是平天女子不用爱，实在是叫我明白，将那黑夫妻离别情难伤，让他定身说要说来，他在天其实才人爱，我去。
句明他的行为，情真心不心太重。那翡翠准嘛？怎么样？一句当作太很娇美，就要无声。放心，你看这是什么？翡翠钟。言自用，你放心，恰有闭月羞花之貌，在小生看来，吴小妹哪里比得上你哟？到末日给我们一我倒明白了。好，小郎君对我如此认真，岂为愚不于我？定是为这歹徒所害，又来期望于我。你是何方人士，来此作甚？我嘛，哈哈哈哈！方弟有所未知，我是辛苦今日，父亲当朝御史，家中有财有势，今日特地到此来发当今喜事。哎呀，方弟，常言道，人生在世，荣华富贵是真，仁义道德是假。我家里有的是金银财宝，绫罗绸缎，临来六个御史花园。来来来，快快随我回去，同享荣华富贵。你实实地看出神了。那真情光小奴才，
传媒，纵然你有相思泪，纵然你为一拼力当当，经营得三万官财，红针出道了门外，送到梦幻与衙门，衙门是女人，他人大叫叫今日还要实见证，为我君才你快快的，他要去吧。尊严不见了，刚才所见，莫非是文英不成吗？夫人，夫人，突然，夫人，张正公有心来了，张王有心来了。方知乾坤外，吾本女君才。虽在归于其心呀岂可为，莫道三万字，手心停下来。吴公子借私生娃本手，还有人之礼，这是哪里来的？在窑洞门前，一位大姐亲自所成。奇怪，怎么一转眼人影而不见了？夫人，夫人，张妈回来了。夫人，喜事啊，喜事！何来喜事？夫人啊！想不到
不，我是孩子不是，正在认识不是你。哦，既然孩子不是，那就这样吧，我到前面去消息，你把这庭院好好打扫一番。哪个？这怎么激动哦？怎么张先生不愿意呀？不，黎明即起，杀扫定日，此乃是资八路先生自家个言也。小生们乐意，十分乐意哟。呸！生气为言。哎，我不免就在这里打扫，等小姐回来一看，呀，秀才别这四次老着，定是为后代于我。对，就是这个主意。小姐来了。小姐回来了，小姐一路辛苦，你也辛苦了。不知道小姐是从哪里归来？从你家乡用兵归来。不知道我家中可好？家中已经平安无事。平安无事？正是。故作好啊。既算平安无事，我还是早点回去实为有。小姐，既然如此，我也不便在此拘留。此次正好，小妹说起秀才正等迎张。是。张秀才，你此番回去，可要好好宽待夫人。是在。可怜他身居还阳，必在无为念，官复今非无，三年难从之，一刻来
放心的，营长都在这里，你自己回去吧。这样怎么不走了？哎呀，小姐，我这几天耳关风外，身子不适，只怕一路之上劳累不起，待我稍等几天再走吧。这倒无妨，不过堂家错过了机会，倒也可惜。机会？什么机会？上现在我为话要讲你，想不到用你来了你爱父，一将缘深情处，不在你虽然为民生缘苦，夫人也得曾经从今恩上不算数，埋要你心酸人不尽中。莫非小姐又在与我开玩笑了？嘿，谁不会与你开玩笑？虽然放心，我就不起哄于你。这一位可是真的了？是真的。这就好，这就好。慢，张秀才身子不适，恐怕路上劳累不起。小妹，虽然官家心切，不必久虑，待我送你一程。不用，送到家中多少是非？怎么？不怪外劳。张先生，你此番回去，可要好好款待夫人，切不可死气气人了。小姐放心，上有天下有地，当中没有良心。我让款待夫人，你说无来决定天上来雨里嘛，雾里嘛。好了，你回去吧。此子小生告辞了。莫将我再盼一家转让相公回来了。什么？相公他风尘仆仆，刚才从外面回来了。他回来了。夫人，干嘛？
岂是可挂念在心？为父也是实实爷爷时时刻刻记挂于你呀。哦，夫人，我是在听张文言道，我的儿子已经升亲，可是真的？是真的。神说到山西临门，我家可是山西临门呢。山西，这话好生耳熟啊！啊，夫人，不知道是哪山西？长郎，高上飞是一心，大家两人有情。那儿呢？朝廷红冠御三年，恭喜新婚上任要不见机。这话我分明听到过的。如今看下麒麟。烧在哪里啊？我愿意扫地，我愿意扫地呀！相公，酒菜都已齐备。我是妈妈。哎呀，妈妈呀，妈妈！相公你，妈妈在这，请受小生一拜。莫非他疯了不成？长老，相公，小姐呀，小姐，你这一身打扮啊，有发的迷人了。长老，莫非你身体不顺？哪里，小姐，你不要再骗我了。夫人怎么会骗你呀？妈妈，大姐，你们以为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？好，我来问你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相公，你儿子为妻所生，是郎中的亲生骨肉。小姐长得可真像哦。相公，你怎么越说越不对了啊？妈妈，你卖要骗我，我明明知道这哪里是什么孩儿，是个冰冰啦、傻傻的，这真的耶！长老，莫非你中了下了？长儿求决，快去请你去衙来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？长老，你究竟为了什么啊？为了什么？我为来为去嘛，为了小姐你呀。
宫殿之中露盈盈，原来他另有新欢王主人。张郎啊，你过为了为妻一片我好哭听他言语，莫非他真是我的夫人吗？哎，想到无限道安飞前，定然又是在张镇龙贵，我岂能再次受他之骗啊？对，哎呀，小姐呀，小姐，你不离弃前人倒慢罢了，也离弃他呀，怎么样？哎。在
将真心还家心。这门的当初他也不离身，今日里梦万里春，真心真。小金，哦不，夫人，夫人，小金。究竟是真的，还是假的，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了。相公，衙门里来人了！相公，衙门里来人了！衙门里来人了！哦，相公不要惊慌，这可是喜事啊！喜事，不来喜事哦！皇上圣旨一下，幸封相公为吏部侍郎。你看，茶官来了。拜见张大人，奉新万大人之命，朕让御赐官佛黄金8两，请大人过目。呈上，快呈上。我有请出一封，请大人即不复言。请为兵长大人，本官即刻就到。到，封察官。恭请吏部张大人再同夫人一起赴宴。夫人，哦，相公邀请夫人一起赴宴，我这就去通报夫臣。且慢。哎呦，方才我手入了正经，夫人若是面高官府，岂不要断送了我的功名先生？这，哎呦，这，冤枉啊！的夫人，我要面见今晚，与你共当宾礼。夫人，他日已经就你，我到公堂去。夫人，张岁才，夫人，
还有人情谁身为大姐？大喜在上，请在奴婢一拜。少礼。大喜在上，请随奴才一拜。张红姐啊，张红姐，我几次上马相劝你不该白云覆雨将人欺，只怕你一早得自有忘记。切莫要公关领上不禁止。好了，我官也不做了，商人也没有了。夫人，这条算账你还是收下吧，我们并肩夫妻总不能再分离了。我这个轻薄女子配不上你。这小姐，求你劝劝我那夫人。哎，小姐呀，想当初我的手来红叶当你，我不该口是心的欺负啊你。你在我一边。
冤家。夫人相公，夫人啊！